曾經有人問過我，喺呢個世界上，咩先係最重要？我冇答，反而舉起手，指咗指隻手錶，笑住講：時間。係啊，時間係呢個世界嘅主宰，一切都逃唔過佢嘅掌控。時間好似一把雙刃劍，佢係毒藥，會慢慢侵蝕住我哋嘅容顏，喺額頭刻低歲月嘅痕跡。但佢亦係解藥，幫我哋抹平心中嘅傷痕，將過去嘅痛苦沖淡。點樣利用時間嘅藥效，咪就係人生嘅學問咯。我問時間，點樣先可以走出過去？時間答我，所有嘅遭遇，其實都只係一時。有個故事你聽過未？叫水樽掉咗唔使執。話說有個人背住水樽行過沙漠，途中水樽跌咗落地，入面嘅水都流晒。佢冇停低，繼續行。旁邊有人問：水樽掉咗，你點解唔執返呢？嗰個人笑住答：水流晒啦，執返個樽就只會令我負重增加。時間唔等人，趕路先要緊啊嘛。煩惱就好似嗰支水樽，執返佢，淨係會令我哋行得更攰。放低過去，先可以行得更遠。而時間會將令煩惱隨風而去。快樂嘅時候，唔好太過得意忘形；痛苦嘅時候，更加唔好輕言放棄。放低，咪就係解脫嘅開始咯。因為無論收穫定係失去，都只係一時。我再問時間，人生有幾長？時間答：人生淨係得3日。3日？我唔明。時間解釋話：昨天、今日同明日。昨天就算再美好，都已經成為回憶；今日就算再艱難，都係值得珍惜；明日就算再遙遠，都要努力去到達。你聽過英國有位首相嘅故事未？佢有個習慣，每行過嘅每一道門都會隨手關埋。朋友問佢：點解你咁執着要關門？佢答：因為關門係我將過去留喺後面嘅方式。的確，過去係無法改變嘅，未來係無法預測嘅，唯一屬於我哋嘅就係此時此刻。既然時光唔會回頭，人生亦無悔可言，咁點解唔好好珍惜當下，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呢？我又問時間，人生最大嘅錯誤係咩？時間答：錯誤嘅堅持同輕易嘅放棄。2005年嘅時候，有間中國網絡公司叫盛大，當時風頭一時無兩，董事長陳天橋想打造一個家庭娛樂帝國，但嗰陣技術未成熟，內容唔夠豐富，用戶體驗又差，結果呢個計劃以失敗告終，公司元氣大傷，漸漸淡出咗人哋嘅視線。著名投資人喬希哈里斯講過一句好中肯嘅說話：喺錯誤嘅時間做正確嘅事，結果都會係錯。人生好多時候都係咁，一件事就算再美好，如果冇結果，咁就唔好糾纏啦，因為拖得耐，你會攰。一段感情就算再唔捨得，如果唔適合，就要學識放手，因為拖得耐，你會心碎。愛自己嘅人唔會過於執着，更加唔會將寶貴嘅時間浪費喺無謂嘅事情上。我最後問時間，人生最值得慶祝嘅係咩？時間答我：活着。日本作家野坂昭如講過：珍惜今日，珍惜此刻，因為你永遠唔知明日同意外邊個會先到。呢一句簡單嘅說話，講透咗生命嘅脆弱。白岩松探望畫家王永玉嘅時候，見佢瘦得皮包骨，心入面唔知點開口，反而係王永玉先講：住院都有好處啦，你睇我瘦咗幾十斤，咁樣都係一種福氣啊。係啊，活着已經係最大嘅慶祝理由。民間有句說話：人之所以痛苦，係因為追求錯誤嘅嘢。時間教識我睇清楚，金錢名利都係身外物，生唔帶來，死唔帶走。權勢再大，最終都會化為塵埃。時間教曉我，過去再好都回唔去，未來再難都要繼續行。唔好成日喺回憶入面糾纏，更加唔好喺往事度停留。人生只可以向前望。
時間教識我珍惜身邊每一個人，珍惜每一日嘅陽光同呼吸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唔好委屈自己，唔好留低遺憾。時間就似一粒藥，希望你食到嘅係甜果粒，解開生活嘅苦澀，品嘗歲月嘅清甜。如果你喜歡呢段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籬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